歡迎翻嚟潮談佛系，我係你嘅主持 Matulie， 多謝大家繼續收聽我哋嘅節目啊！上次我哋討論咗點樣喺數碼時代保持正念，今集我哋會講繁忙都市中嘅寧靜。喺香港地忙呢，似乎已經成為咗我哋嘅日常狀態㗎啦。咁有冇試過當有人問你喂，呢排點啊？你嘅第一個反應就係哇，好鬼忙啊！忙呢好似成為咗一種身份象徵，甚至係一種值得驕傲嘅生活狀態。好似唔忙係咪就係代表我冇用呢？但係問題係呢一種持續嘅忙碌呢，往往係會令到我哋好攰啦、焦慮，甚至失去咗生活嘅意義嘅。香港人嘅生活節奏係出名快、壓力大、地鐵逼爆、OT 到深夜，個 WhatsApp 又係咁響。好似每一刻都充滿住緊張同埋焦慮。不過就算係呢一種狀態，我哋都可以用佛教嘅智慧咧，揾到屬於自己嘅寧靜嘅。好記得有一次因為 printer session 啊，當時我哋日日真係要 OT 到半夜，咁啊唔夠瞓㗎啦，到一段時間一定。咁成班同事係好似機械人咁樣不停做，咁啊直到尾聲啦，有個會計師同事去喺個 printer office 咧，佢突然間話覺得暈。心跳加速啊，呼吸困難咁樣，咁我哋即刻幫佢 call 白車啦，因為佢係開始塊面越嚟越青嘅，真係。後尾個同事呢件事之後咁啊，開始請病假，咁嗰無奈咧，佢直情辭埋職。咁我哋 catch up 傾翻偈嘅時候咧，咁佢都話翻俾我聽，因為佢其實醫生話佢已經因為長期壓力咧，咁啊引起咗有焦慮嘅症狀。咁其實佢已經一路都有個失眠嘅問題一段時間㗎啦。同埋都開始甩頭髮，咁佢都好 concern 嘅當時。咁佢呢一個經歷咧，係令我哋意識到忙到停唔到落嚟，其實係一種好危險嘅生活狀態。我哋成班同事都好開心啦，佢而家其實揾到一個新嘅生活模式啦，一家人喺第二個國家真係活得更加輕鬆自在。言中有一句説話：行亦禪，坐亦禪，語勿動靜體安然。意思係話，無論你行緊、坐緊、你講緊嘢，抑或你係沉默、動緊，抑或係靜止，我哋都可以體驗到內心嘅安然。但係點樣喺呢個現實生活之中做到呢一點呢？以下就嚟啲實際嘅方法啦。佛教教我哋少欲知足，呢個聽得多啦，即係減少慾望，知道滿足。實際操作上呢，你係可以試下由執嘢開始。整理物品，試一次斷捨離挑戰。你喺屋企揾一揾超過3年冇掂過、冇用過嘅物品，特別係電子產品啦，維持3年，而家嘅真係時代進步，好大機會可能佢已經係 outdate 咗㗎啦。喺呢個過程入面呢，我發現係好多嘢只係真係佔空間，而唔係真正為我嘅生活帶嚟有咩價值。當我嘅生活空間變得簡單，我心靈咧都真係跟住輕鬆起嚟。你可以執嘅時候，又問一問自己：呢一個物品、呢一個活動，甚至呢一段關係，係咪真正為我帶嚟快樂或者有意義？如果答案係唔係或者唔知嘅，咁可能係時候放手㗎啦。喺中國傳統嘅藝術中啦，留白同埋畫出嚟嘅部分咧，一樣咁重要。喺我哋日常嘅日程表入邊，咁我哋都需要留白嘅，特登唔安排活動嘅時間啊！呢一啲時間唔係話叫你玩電話打機，而係俾你自己有個機會去觀察、感受同埋反思。我自己每日就最少一定30分鐘留白時間嘅。你可以揀喺可能坐喺公園長凳度觀察下大自然，睇下路人啦。你可以喺窗邊靜靜地飲杯茶，可以聽住雨聲發下呆，感受一下當下。呢啲簡單嘅時刻，其實就係最珍貴嘅寧靜。現代人最大問題之一啦，就係 multi-tasking， 一邊開會又一邊覆緊 email， 一邊食飯又一邊睇緊電話煲緊劇。我自己都係咁嘅人。佛教話俾我哋知，其實真正嘅效率咧，唔係同時做多樣嘢，而係全神貫注咁做一件事。禪中有個修行方法咧，叫動中禪，即係喺日常生活中修行正念。例如洗碗嘅時候，
專心感受下啲水溫，洗手液嗰種泡沫碗嘅質感，而唔係個心已經有飄咗去諗下一個任務。我發現呢，我專注做一件事嘅時候呢，唔單止完成嘅質素更加高，而且呢心情係會更加平靜，反而呢係更加有效率嘅。所以我而家都會盡量刻意每一次就淨係做一件事，即係食飯時食飯，工作時工作，同朋友相處嘅時候呢，就全心全意咁陪伴。因為我係真係嗰種可以沖住涼都煲劇嘅人嚟嘅，我都喺度慢慢學習緊。都市生活中嘅喧鬧好難避免，我哋呢可以學習佛法中嘅不染，即係喺紛擾中保持內心嘅清明，就好似蓮花咁，生於淤泥而不染。實際操作上呢，你又可以試下呢個簡單練習啦。每日抽5分鐘坐低，眯埋眼，專注個呼吸。當雜念出現嘅時候呢，唔需要抗拒佢，只係需要觀察佢。你有雜念係好正常嘅，然後溫柔咁樣呢，將個注意力帶翻去個呼吸上面，個念頭呢自然就會飄走噶啦。呢個簡單嘅練習，久而久之呢，係可以幫我哋培養內心嘅定力，喺外在環境混亂嘅時候都可以保持清醒同埋寧靜。咁如果你覺得5分鐘都長呢，一開始1分鐘都可以㗎，只係學下點樣我哋係坐低，等個腦袋休息一下。正如佛經所說，心如工畫師，能畫諸世間。我哋嘅心好似一個畫師咁嘅，可以創造出各種嘅世界。喺忙碌嘅表面之下，我哋可以主動選擇內心嘅平靜。好明白喺現實嘅工作壓力同生活節奏下呢，要做到呢啲好似好難咁。但正如古人所講啊，不怕慢就只怕站。唔係話我哋要即刻做到完美，而係每日進步一啲啲，累積起嚟呢就會有好大嘅改變。好似我啱啱所講，我自己都係學習緊，喺度改變緊。喺我自己嘅實踐中呢，我發現呢一啲方法呢，確實係幫助到我喺生活入邊呢揾到一種內在嘅平衡嘅。我當然依然會有工作壓力啊，依然都會有 deadline， 依然都要面對生活中各種嘅挑戰嘅。但係呢，我唔會再俾呢啲外在嘅因素完全控制。我學識咗喺個風暴中心一樣揾到寧靜。希望呢，今日我分享呢一啲方法呢，能夠幫助到各位聽眾。正如佛陀所說，幸福呢唔係來自外在環境嘅完美，而係來自你內心嘅平靜。如果你覺得今集內容有用，請幫手俾個 like、share 俾有需要嘅朋友，同埋留低 comment 話我知你點樣喺你忙碌嘅生活入邊尋找寧靜。記得追蹤我哋嘅 Instagram Zensation Journey， 嗰度會有更加多嘅日常語錄提醒嘅。下集節目我哋就會討論消費主義與知足常樂，喺物質豐富嘅社會之中點樣培養知足嘅心態。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打開個通知。多謝收聽，我係 Matuli，下次見，拜拜。